总统府前国策的顾问昆宾伯啊，2月22日台南后壁祖厝内过往，享受92岁。昆宾伯的告别式早起来举行，总统蔡英文、行政院长苏贞昌拢去送昆宾伯啊最后一程。蔡总统是感谢着昆宾伯啊对台湾农业的贡献，而且颁发着保养令，予这位予人怀念的老长辈。 总统蔡英文一透早落南参加昆宾伯告别式，送伊最后一程。家属甲总统发的保养令接来，随后行政院长苏贞昌嘛到现场致意。现场的气氛真悲伤，蔡总统嘛感谢昆宾伯替台湾农业的付出，嘛回忆过去和伊相处的时阵。你看的感觉，就是咱咧讲的脚踏实地。 昆宾伯啊，的日情，互我印象足深的。伊非常的愿意分享对农业、对台湾这片土地的想法。前国策顾问昆宾伯黄坤斌倒伫病床年外，2月20下晡伫台南市后壁区清寮老家过身，享其寿92岁。 昆宾伯在世时阵真乐观，做人嘛真客气，对农业的用心和责任感感动真侪人。后壁区清寮变作全台有出名的农村，互老家过一摆兴旺，乡亲嘛永远怀念伊快乐的笑容。